假联系，前期留意，爱你，真的没有看。爱心的，我心都有。我喜欢旋律啊，我不知道歌词。骨子里面爱你到死，然后我们那时候我表哥带我们去看戏，我弟弟说，啊，那个我表哥带我们去看爱西洋套。
维持有钱买的，是吧？因为你是老婆啊，我不一定谈对哦，啊，我不一定谈对哦。
较小的，我退休啊。比我
谢了。你们去吃饭啊？不会啊，你有去吃饭？你去吃饭了？对啊。是啊。那就好。我已经买好了。我买的是早餐的蛋饼，待会在那边等车就可以边等。你怎么跟我一样吃早午餐？啊，真的，比较方便嘛，对不对？一起解决。对呀，太贵了。谢谢谢谢啊，谢谢，真的听了音乐很疗愈。好，谢谢您，应该谢谢，好辛苦了。不会不会，谢谢。是每天的吗？每天都有别的老师啊？哎，都几点到几点都有。要问服务员，因为不是每个时段都有。有一些老师就像下午的老师有请假，不一定。要问服务员要知道，他们就有服务。好，谢谢您。好，手机上面我弄给你看。